同送叔父，巍巍在胸甲，蓝天看中央，不辞不待发。今日过节菜了，为小姐挑选架势，已经准备好势了，还老奴抢出小姐。外春，快抢小姐送了！有抢小姐送了。向随爱送礼，晓得。参见小姐。燕公免礼。多谢小姐。燕公，你猜留下等候，那要求才子人到来，不爱抵消。老奴遵命。同事啊，甘肃。
春路回去，赶起来身啊，多啊，赶起来身多。风风是上李梦真，洛阳名士，只因爱家境贫寒。虽有斑马之才，也难遂了强援之志。可叹啊，可叹！荆州依了所有，非闻一笔，爱非罕有，就此牺牲。此处各大彩铃，唔知为了何事啊？来去啊！风流春宵多把里，有得长春此年纪，才留高丹有多事，共给家谁落无比，哎哟，共给家谁落无比。啊，列位强奸一礼，也有一理。唔知列位爱往何处啊？关关雁鸠，彩虹之足，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哦，原来系爱去望何桥啊！燕也，爱爱去求情，唔知也为向台儿呢？为天不同路，为何不同路？为天爱去夫家去。望何桥？桥人前，夫家去，都系强用。哈？真系唔知列位前去求财，爱拿何物来打通小子啊？为天用门财打通小子，爱爱用家财打通小子，为天无文财，也无家财，就你一表人才来打通小子。看你嘅相貌，真见是一表人才呀！用位见少咧，你嘅家财啊，对人家女；你嘅文财啊，对人不女。不宜讲出来，偏看啊！以此，吼！那论文才，企业个人改写无从，那欺负可从，孔圣人也当推让。那论家财，体业个人改写附送，珍珠玛瑙用得了，国泰民也悲哀唔送。那论人才，体业个人改写附送，挨那大班做新郎，盼安双约如何？就去康来，就去康。你晒个盘安松样哦！
俩穷鬼来到了惠州马街呀？我路过此地，前来观看。俩是相互抛球就情之体，因为你俩个穷鬼看个素材啊，给散开啊！去，再开！别非不可吵闹，小姐来嘞。没错。众位公子强了，我家小姐从有司机才词，向各位学下，哪有众小姐嘅意，怎做得中彩球？这位以苏气法帮表演，空碰龙天不能擒，两位抢题。应该是文才向先提示。这小事之事，小题最内行，实用了。列位，拳碰两法发无意，梦碰一球动花心。红天法三尺，果才啊！好说，两位抢提示，应该是人才向先提示。啊，你先呐，给俺就冇下去了。大家来看啦，咩碰菜戏准同身，欢贴将来做点心。好福气，好彩头，有同身，有点心，通啊！请人才向提示。唉，头不用还要对视哦，咱人冤枉哦。人才有抢哦，挨来提。留头发儿面笑笑，碰碰贴贴都通时。人才雄啊，你有冇写咁多嘅碰贴嘛？我下家记者，本小姐啊，好来讨。不错，古人系啊，这文做，事业提好，请小姐观看。好在呀！满子不忘年，不看马蹄呀，用银修子，心太痴啊，才了平时先生
男做护法时，此有三强则归年。你俩强义，也敢提死抢情啊！还爱陈松本手机犯咯。小姐，这位相公想有自己猜测，请小姐感叹。念个前几数唔好，但留后一数，三强则归你嘅。也会抢了。体育书系嘛啥个啊？系界嘅，哎，莫上当，系文才上嘅。香港系燕雅强片，抢片，哼，见钱财而不识，不雅而富啊！一个跳跳咧，体育书系嘛啥个啊？系界嘅，系你个哦，两山相贴，你起只出事。马街啊，出就出门，砰！用得出去咧，古也系挨咧。第三书又系嘛啥个啊？系古雅嘅，你系古也，不错，小字就挨，挨就系古雅，小字走你，不错，啲下文才、假才，用边挨嘅人才，就你俩一表人才，色彩出众哦，咩出？吓，你散才记都冇啊，叫佢做哪一只啊？小子有眼无足啦， M 身材既莫爱啊！天气我做啲强鬼啊，我天机去看耀，失风崩水，真正为天性人啊！爱天爱天爱天天天。为父今日好家庭，不公如言多了妹，多了妹。随了他不显相貌，求三门财，富豪可以了同春梦，空欢喜。爱车转人啊，有啲一表人才，哪会讲同都不用啊？你无爱爱啊，爱还无爱参与哦。此处不留呀，此有留牙处。呵呵想起相公，手指相留，这秀才抢满回，我家手指有年丰满呐。但望树高，秀才抢堂，三江蛋龟照阳开，蜀山好生扫鸟台。强劲越舌无从活，唯有向中切铺才。秀才在堂，不由文才服不才，以后夫得干旧事。公娘恩爱两不破，年好两面六切米。念个抢秀才接菜球，相公，抢！
才一礼，再会一礼，请秀才一同回府。小姐呀！什么小姐多米呀耶，梦真感激一心本意，乃身无分文无聘礼，勇敢过攀见典礼。我